騎着親愛的小摩托要出發，咁你記得就係耳機、眼鏡、目標區風油，因為成個旅程咧要成差唔多個零鐘度咯，所以係啦，我係需要精神目標，定喺手心度。Anson De Thailand 2026今次嘅旅伴有醒神嘅虎標驅風遊。出發，先20分鐘去食下早餐先。而家過呢個城門啦，認得呢一隻雞，係冇錯係佢，太好啦！等我包佢先。或者急。太好啦！每一次經過呢邊咧，都會嚟食一次。呢一個雞飯係最好味㗎。唔好睇少呢個雞飯，呢個雞飯係我每一次嚟清邁基本上都會食，而且會推薦朋友食嘅，真係好好味。好啦，嚟飲咖啡，呢一個係一個 wine yacht 嚟嘅，咁但係有咖啡飲。環境 OK 喎，環境清幽喎喺度。沙啲卡，มี咖啡ใช่ไหม？哦 ，OK 咖啡。佢出產葡萄，但係咁早冇飲酒，所以飲咗葡萄汁，今朝新鮮榨嘅葡萄汁。嚟油站梗係入油啦，1公升5蚊左右。終於入小路啦，正所謂中西生地小路上啊，呢邊都已經好舒服噶啦。咁其實喺我嘅左手邊咧係一片大稻田嚟噶，好靚啊！再嚟一陣飲咖啡。可以喎。You're looking for coffee, right? Yes, coffee. Yeah. We have the coffee menu here, and we have the bean for shoes for roast here. Oh, you have the medium roast? Sure, look in there. 中場休息咗休息，嘆杯咖啡先。好幽靜嘅地方，喺呢度忍唔住買咗包咖啡豆。前面仲有一個水壩，好靚呢度。唔怪得知就唔可以晚上先嚟啦，呢度係冇街燈嘅，條路又細，應該會好黑啊日夜。呢一條橋咧係專俾電單車過嘅，如果揸車嚟係過唔到嘅。由清邁市區過嚟有2條路嘅，而經過水壩嘅呢一條路咧就係電單車嘅專屬之路啦。呢條路就係最後10分鐘就可以抵達個樹屋嘅地方，就係 Tree House Resort 嘅入口 Check-in Parking。咁我 Check-in yes Anson yes not handsome Anson okay Richard is it okay nice to meet you。太好啦，抵達啦。We come to butterfly? No, oh, this is butterfly too. Wow. Okay. Very fast. Yes. 好啦，係時候 check in 啦。咁但係因為我咁大個書包係咪？然後住咁鬼高喎，點算好咧？太正啦！呢邊有一個勾，係可以俾我勾住我嘅書包嘅 ，very nice。OK， 勾住啊！一陣可以拉上去噶啦。冇錯，今日係住喺呢個樹屋㗎，跟我一齊上嚟啦！由下邊上嚟都幾係嘢㗎。我由呢邊上咗嚟，我個行李係喺樓下嘅，冇錯。清清，嗌我 back 上嚟啊！ta da！我個 bag 就咁上咗嚟啦，俾過嚟。千辛萬苦終於上到嚟啦！ta da！呢個入口處出邊咧好得意嚇，係有一個廁所嘅，勁嘅咧，ta da！一張大床，真係一個樹嚟嘅，確實，即係冇斬過樹嘅情況底下，一個小樓梯位就可以上嚟啦。
就係我嘅床啦，呢個係 Queen size 嘅床。周圍咧係冇冷氣嘅，咁但係因為樹林啊嘛，個風扇已經好涼爽。OK 喎，瞓喺度嘅感覺係好正嚇。落嘅時候真係要好小心，尤其是呢個轉彎位啊！落到嚟下一層咧，啱呢個轉彎位係冇得扶手㗎，但係有一個空間咧係可以俾你坐喺度嘅，都正嘅。好啦，辛辛苦苦落到嚟之後要沖涼點算咧？冇錯，呢度有一個艇嘅，就係我沖涼房啦。ta da！ 哇！呢仲有係啦，多個馬桶添嘅。之後咧呢邊好明顯啦嚇，有熱水又成啦。咁啊，佢沖涼嘅部分咧，你可以用花灑或者係嗱，首先睇下呢個係花灑。OK， 然之後另外一個咧得意啦，開咗呢個之後，ta da！ 係一個好原始嘅，你就可以行出去沖涼。就你服味 ，OK 喎，睇嚟一個。呢間樹屋嘅名叫做 Tamarind， 亦都係成個樹屋區裏邊最高嘅一間樹屋。本來唔係 book 呢一間嘅，咁但係換咗都 OK 嘅。又係沖涼嘅好時候，冇錯，有 sensor 呢個 shower form， 佢真係方嚟嘅。耶耶！洗完白白，好啦，帶你去周圍參觀一下啦。呢一個係一個公用嘅空間，飲咖啡用嘅。頭先講咧，就係呢一間房咧，我覺得得意在係咩咧？就係個 owner 專登起嚟俾啲人咧，諗住就係周圍去參觀噶嘛。你咁想參觀樹屋，我就起一間樹屋齋俾你參觀嘅，你死未？奉勸啲朋友咧，真係唔係咁八嘅話，其實唔需要上嚟啊！真係好斜啊！呢度可以咧上色，即係你話你可以買一隻呢一個，然之後150匹就可以將佢上色啦。呢邊嘅咖啡茶係免費用嘅，唔使驚買唔到嘢啊！呢邊有一個小賣部，佢晚上咧仲可以 firewood 嘅。สวัสดีครับเขียวสวัสดีครับเขียว仲有啲玩具俾大家去玩。呢個空間係純粹 hea 嘅，哇！真係超正。呢度係食晚餐或者食午餐嘅地方。其實呢邊有條河仔啊，其實好多魚仔啊，呢邊好多魚仔啊。考慮緊要唔要落去浸一浸腳咧？好啦，哦，哇，師傅，成條嘅 lobby 都好有 feel 啊！花架 一個 gear is เดิน OK เดิน is gear ครัวก็คือ good OK good ให้ดีอ๋อ ส โอ ม เค มติว่าคุณมาบ้านใช่ครับใช่ครับ แล้วพูดกันเสร็จแล้วก็กำลังจะกลับก็เซบายบายก็บอกว่าแล้วเราจะพูดว่ากัวเกียน คู่เกียนเดินให้ดีๆนะเดินให้ดีๆโอเคใช่ครับคล้ายกันเหมือนกันแต่คนจีนไม่ค่อยรู้ภาษานี้รู้น้อยมากโอเคเราดิเซลเนียมีหิ่งห้อยไหม เอาหิ่งห้อยต้องหลัง7:15โอ้7:15 7:15 หรือ7:30จะมืดให้มืดก่อนอันนี้ก็ไปดูที่ตรงนี้ได้โอ้ใกล้ไหมไม่ไกลโอ้ก็ปั่นจักรยานเนี่ยคนมาไปนะครับผมไปนู่น1รอบประมาณได้2 ชั่วโมงมีหลายถ้ำมีหลายอย่างเงี้ยมีหลายอย่างเงี้ยมีอะไรโอเคหลายที่กับมอเตอร์ไบค์ไหมมีมอเตอร์ไบค์เหรอใช่ครับเอามอเตอร์ไบค์มาเหรอเดินก็ได้
哦，เดินได้㗎。เดินได้นี่ไปเดินทุกวันหมาพาไป 哦，10 minutes。 exercise 10 minutes。 400 เมตร 哦400 OK 400 เมตร同創辦人嘅太太傾完一輪偈之後咧，又繼續周圍行啦。OK 喎，小吊橋。小吊橋真係好靚嘅。呢一間 tree house 其實我2年前已經想過嚟㗎啦，但係由於嗰陣時嘅時間唔充裕啦，所以就冇辦法成行嘅。今次話到雖然係雨季，但係真係天公作美。我嚟嘅時候呢，一路係非常嘅通順嘅。好啦，晚餐時間到啦，又係時候食好嘢。其實呢，如果你住2晚嘅話呢，食嘅嘢係唔一樣嘅。咁今晚食嘅呢，其實係魚嚟㗎。食完晚餐呢個時間返歸9點幾啦。講真唔係搞笑，我間屋真係好高，我飲醉醉地會唔會係衝落去㗎？講真，我自己都有啲驚。又係神清氣朗嘅新一天。最正嘅地方就係 coffee section 啊，竟然咖啡豆啊、machine 啊，全部有齊 grinder 都有。除咗好方便嘅3合1咖啡之外咧，其實呢邊如果你唔嫌麻煩嘅話，佢係有晒所有嘅嘢可以俾你自己沖咖啡去嘆一嘆嘅。呢個早餐我覺得係俾滿分啊，尤其是個景不得了，要同呢一個講拜拜啦。不過其實去另外一個住宿，呢間住宿咧叫做 Moon House， 亦都係成個區域裏邊嘅第2個好受歡迎嘅住宿嚟㗎。不過大雨係住唔到㗎，點解咧？又會睇下咪知咯。好，入去睇下究竟有乜嘢咁得意。上嚟之後呢，就係個廳嘅位置啦。得意啊！佢完全係保護棵樹嘅。咁呢度呢，係 open air 嘅，完全 open air 嘅。你辦公嘅位啦，有啲開揚啦，唔係玻璃嚟㗎，係透明嘅完全。OK。好，後邊呢邊都係一樣，非常之開揚。大雨啊，緊張啊呢邊。好啦，上邊係房間，咁但係我哋上廁所睇一睇先。廁所要落2格，蹭蹭，好乾淨嘅廁所。入嚟之後咧，睇啦，冇錯啦，仍然都係同大自然融為一體嘅，有熱水。OK， 出返嚟，正話個空間就係呢個空間啊嘛。咁我哋嘅房間係喺樓上嘅，而家我哋去睇住腳下穿梭於樹與樹之間，之後再上去。OK。其實喺啲 corner 位咧，即係例如話呢個位置咧，你可以擠張凳，然之後喺度嘆下景色，唔錯。好，房間再上，就係呢邊啦。有個門仔，因為要 open air 啊嘛，驚有蚊啊。之後入去啦，蹭蹭，呢個就係一張 queen size 嘅 bed， 細細地啦。太高嘅話就比較辛苦啲，咁但係我覺得好靚，呢邊都係依然。呢個叫 Moon House， 頭先嘅門仔喺呢邊嘅，即係入嚟嘅時候。Moon House，OK 喎。淡季同旺季嘅價錢係唔一樣嘅，不過我而家淡季呢，一晚係2200匹包個晚餐。今日食咖喱啊，耶！然後有菜啊，終於都當然唔食一白飯啦嚇，又唔裝。始終都係要離開，感覺上好似 recharge 咗好耐咁。好啦，我哋進行下一站啦 ，Let's go。Okay, yeah, see you next time. Thank you, thank you. Okay, for sure. 中午12點鐘，而家呢個時間咧就去再飲咖啡，半個小時嘅車程，會經過啲金峰 road。好啦，到咗啦，就係呢一間 coffee bar 啦，靚嘅一間吧。
返去清邁古城就選擇行另外一條路，呢條路就比較遠啲，因為之前嚟呢大概係45分鐘左右啦，而呢條路係需要我1個小時20分嘅。